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兩句意思相近但角度有啲唔同嘅話。第一句係樹若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意思係樹想靜止，但風就唔停。子女想供養父母，但父母已經離去。呢個係提醒我哋孝順要合時。就第一句名言嚟講，啟發咗我諗起曾經聽過一個改編嘅版本：學若靜而世不息，少若學而時不待。意思係我哋想安靜學習，世界卻不停咁變化。年少想學得更加多嘅時候，時間就已經流逝咗。如果要問邊一句對而家嘅學生更加有啟發性，我認為係第二句。點解咁講呢？用生活例子嚟講，而家我哋每日都被手機信息，例如 WhatsApp、IG 等嘅信息嚟轟炸，短視頻一個接住一個，社交媒體永遠都碌唔完嘅。我哋想靜低心嚟去學習，但係世界太過嘈吵，誘惑太多，呢個就係學若靜而世不息。另一個例子，好多同學成日都話，聽日先至開始努力啦，暑假先至嚟追進度啦，結果日復一日，轉眼間就已經畢業啦。想學嘅嘢都未學好，想追嘅夢都仲未開始。呢個就係少若學而時不待。孝順父母當然好重要啦，但同時對於正在學習階段嘅我哋學生嚟講，把握當下，珍惜時光去充實自己，係一個更加迫切嘅事。與其將來後輩書到用時方恨少，不如而家就坐低好好讀一本書，認真聽一堂課。多謝大家。